歡迎聆聽呢一段潛意識探索引導聲頻，我係你嘅潛意識轉化師阿月。今日我會帶領你去遇見你嘅智慧老人。首先，等我解釋下咩係智慧老人啦。智慧老人其實唔一定係一個老人嚟嘅，佢咧係我哋24小時運作緊嘅潛意識資料庫。我哋嘅潛意識其實係一個好強大嘅幫手。因為佢喺日常生活中咧，會幫我哋收集咯及收藏所有我哋為意或者唔為意嘅資訊，例如係我哋聽到嘅一句說話啦，我哋望到嘅一啲文字啦，甚至係我哋出街嗰時遇到嘅所有人事物，呢啲所有嘅內容，佢都會幫我哋收藏整理喺潛意識資料庫當中。因此，其實好多時我哋對生活有啲疑問，係可以去我哋嘅潛意識資料庫度揾答案嘅。而等陣你遇見嘅智慧老人，佢未必係以一個老人嘅形象出現，佢有時候會係一個動物啦，可能係一個符號，或者顏色，甚至係光線。你嘅潛意識將會以你熟悉而且你明瞭嘅方式向你展現呢一位智慧老人。潛意識亦都會用你熟悉明瞭嘅方式去為你提供你問題上面嘅解答，甚至你需要知道嘅資訊。所以你只需要放鬆，完全信任你嘅潛意識，以及信任我嘅聲頻引導就可以啦。喺等陣嘅過程中，我哋一開頭咧會做一個身體放鬆嘅練習，等我哋嘅身體、頭腦、思想都安靜落嚟。當我哋嘅主意識同埋我哋嘅保衛機制都放鬆落嚟嘅時候，我哋先至可以更容易潛入我哋嘅潛意識資料庫，去揾我哋需要知道嘅資訊。而等陣呢，我都會利用2個聲頻嘅工具幫助大家嘅。第一個，我會用一個頌缽嘅聲音去等大家放鬆。而喺引導聲頻嘅結尾嘅時候呢，我會用一個音叉嘅聲音去喚醒大家，同埋讓大家知道今日嘅引導練習已經完結啦。聲音會係咁嘅，所以呢，喺等陣嘅過程當中，你只需要完全放鬆，信任你嘅潛意識，信任你嘅智慧老人，以及信任我就可以啦。好啦，我哋差唔多要開始啦。而家請你揾一個安靜、安全嘅地方，確保喺接下嚟嘅15分鐘，你唔會受到任何嘅打擾。亦都請你將電話校為靜音，或者更加好嘅係校為飛行模式。然後坐喺梳化或者凳上面，雙腳腳板挨住地下，雙腳微微分開，背脊挨住凳廳或者挨住梳化。確保自己坐喺一個舒服嘅姿勢。接住落嚟，我哋會做一個身體放鬆練習。而家慢慢深呼吸，每一次吸氣，將所有空氣充滿肺部；每一次呼氣，將肺部所有空氣呼出。繼續慢慢深呼吸，慢慢吸氣，慢慢呼氣，慢慢吸氣，慢慢呼氣，慢慢吸氣，慢慢呼氣。而家眯埋眼睛，想象一種你好鍾意、覺得好舒服嘅顏色。呢個顏色喺你頭頂上方形成一個能量球。能量球係充滿放鬆嘅能量。當能量球接觸到你身體部位，放鬆嘅能量就會傳送到接觸到嘅身體部位，
放鬆嘅能量會繼續喺身體裏面流動。一陣，我數3聲之後，能量球會觸碰你嘅頭部。一陣，當能量球觸碰你嘅頭部，放鬆嘅能量就會傳送到頭部。放鬆嘅能量會喺頭部裏面流動。3、2、1，能量球觸碰你嘅頭部，放鬆嘅能量傳送到去頭部，頭部慢慢完全放鬆，放鬆嘅能量繼續喺頭部流動，頭皮放鬆，額頭放鬆，眉心放鬆，眼睛放鬆，耳朵放鬆，面部放鬆，嘴巴放鬆，牙齒放鬆，下巴放鬆，頭部完全放鬆，放鬆，放鬆。頭部感覺好沉重，好沉重。3、2、1，能量球觸碰你嘅頸部，放鬆嘅能量傳送去到頸部，頸部慢慢完全放鬆，放鬆嘅能量繼續喺頸部流動，頸部完全放鬆，放鬆，放鬆。頸部感覺好沉重，好沉重。3、2、1，能量球觸碰你嘅雙手，放鬆嘅能量傳送到雙手，雙手慢慢完全放鬆，雙手嘅能量繼續喺手部流動，上臂放鬆，手踭放鬆，下臂放鬆，手腕放鬆，手掌放鬆，每一根手指尖完全放鬆，雙手完全放鬆，放鬆，放鬆。雙手感覺好沉重，好沉重。3、2、1，能量球觸碰你嘅上身，放鬆嘅能量傳送到上身，上身慢慢完全放鬆，放鬆嘅能量繼續喺上身流動，膊頭放鬆，胸部放鬆，腹部放鬆，上身完全放鬆，放鬆，放鬆。上身感覺好沉重，好沉重。3、2、1，能量球接觸你嘅腰部，放鬆嘅能量傳送到腰部，腰部慢慢完全放鬆，放鬆嘅能量繼續喺腰部流動，腰部完全放鬆，放鬆，放鬆。腰部感覺好沉重，好沉重。3、2、1，能量球觸碰你嘅雙腳，放鬆嘅能量傳送到雙腳，雙腳慢慢完全放鬆，放鬆嘅能量繼續喺雙腳流動，大腿放鬆，膝頭哥放鬆，小腿放鬆，腳腕放鬆，腳掌放鬆，腳板底放鬆，每一根腳趾尖完全放鬆，雙腳完全放鬆，放鬆，放鬆。雙腳感覺好沉重，
好沉重。放鬆嘅能量已經流到全身，全身由頭頂到腳底都蔓延放鬆嘅能量。而家你慢慢望到前面有一片綠色嘅草地，前面有一排排嘅樹木，遠處有一座座嘅山。你繼續向前行，前面遠處有10棵樹。等陣，當你每經過一棵樹，你就會雙倍放鬆。你繼續向前行，10棵樹越嚟越近。一陣，當你每經過一棵樹，你就會雙倍放鬆。你即將經過10棵樹，等陣，當你每經過一棵樹，你就會雙倍放鬆。經過第一棵樹，雙倍放鬆。經過第2棵樹，雙倍放鬆。經過第3棵樹，雙倍放鬆。經過第4棵樹，雙倍放鬆。經過第5棵樹，雙倍放鬆。經過第6棵樹，雙倍放鬆。經過第7棵樹，雙倍放鬆。經過第8棵樹，雙倍放鬆。經過第9棵樹，雙倍放鬆。經過第10棵樹，雙倍放鬆。你繼續向前行，慢慢見到遠處有一扇門，門後面有位充滿智慧嘅老人，已經等你好耐啦。智慧老人非常親切歡迎你。智慧老人會用你習慣嘅方式給予建議，智慧老人會用適合你嘅方式與你交流。你可以完全信任智慧老人，你可以向佢詢問任何生活嘅困擾同選擇。智慧老人會給你滿意而有效嘅答案。你繼續向前行，到門越嚟越近，門後面有位充滿智慧嘅老人，已經等你好耐啦。智慧老人非常親切歡迎你。智慧老人會用你習慣嘅方式給予建議。智慧老人會用適合你嘅方式與你交流。你可以完全信任智慧老人。你可以向佢詢問任何生活嘅困擾及選擇。智慧老人會給你滿意而有效嘅答案。你即將走到門前，門後面有位充滿智慧嘅老人，已經等你好耐啦。智慧老人非常親切歡迎你。智慧老人會用你習慣嘅方式給予建議。智慧老人會用適合你嘅方式與你交流。你可以完全信任智慧老人。你可以詢問任何生活嘅困擾及選擇。智慧老人會給你滿意而有效嘅答案。而家你輕輕推開呢扇門，我會直接同你嘅潛意識交流。我嘅指示會傳到去你嘅耳朵，你嘅意識可以忽略我嘅指示，你嘅潛意識會自然接收我嘅指示。智慧老人親切歡迎你，你可以問智慧老人任何問題，專注聆聽智慧老人有效而滿意嘅答案。你會有足夠嘅時間可以慢慢專注問智慧老人問題。你有足夠嘅時間可以慢慢專注聆聽智慧老人有效而滿意嘅答案。你有足夠嘅時間可以慢慢專注問智慧老人問題。你有足夠嘅時間可以慢慢專注聆聽智慧老人有效而滿意嘅答案。
你有足夠嘅時間可以慢慢專注問智慧老人問題，你有足夠嘅時間可以慢慢專注聆聽智慧老人有效而滿意嘅答案。好啦，而家請你請智慧老人送一份禮物畀你，呢份禮物會帶畀你生活上嘅啟示，你會清楚明白呢份禮物帶畀你嘅生活啟示。而家請你請智慧老人送一份禮物畀你，呢份禮物會畀你生活上嘅啟示，你會清晰明白禮物帶畀你嘅生活啟示。智慧老人送咗一份禮物畀你，呢份禮物會帶畀你生活上面嘅啟示，你會清楚明白呢份禮物帶畀你嘅生活啟示。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如果你想再次返去揾智慧老人詢問問題，你有足夠嘅能力可以隨時返嚟見智慧老人。而家我哋差唔多要離開啦，請你經過頭先嗰扇門，返去個草地，見到你頭先經過嗰10棵樹，逐棵樹行返去起點。你清醒之後將會記得所有催眠期間嘅經過，記得所有智慧老人嘅答覆及禮物。你清醒之後將會記得頭先所有嘅經過，你會記得所有智慧老人嘅回答以及禮物。你清醒之後將會記得頭先所有嘅經過，你會記得智慧老人嘅回答及禮物。一陣我數5聲之後，你可以即將清醒。5，你清醒之後會記得所有智慧老人嘅回答及禮物。4，你下一次將會更容易完全放鬆，下一次將會更容易進入狀態。3，你清醒之後會記得所有智慧老人嘅回答以及禮物。2，你下一次將會更快進入你嘅潛意識狀態，你即將可以清醒。1，慢慢張開眼睛。今日嘅潛意識探索引導聲頻就到呢度啦。唔知你頭先見唔見到你嘅智慧老人呢？佢係咩樣㗎？佢又送咗啲咩禮物畀你呢？期待你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下次再見。